个时阵哦，你哦有了你的面皮，即种走眼慢袂起来啦。我感觉你拄啊入的时阵，你唔晓得想来，我你感觉吼。好，咱甲第三站讲明出来。第三站就是讲你煮要过来，扫个写大单，吼，叫咱倒落去，煮过来的时阵，咱来去给他照谱啊。是。
是宝贵的一本，也是确实的一本，咱若愿意就读，甲主同行来走咱人生路，袂使想。